由2024年開始，成個大灣區甚至成個華人世界嘅整體運勢已經正式徹底換軌。我哋正式告別延續足足20年嘅八運庚土運，全面接入全新一個長達20年嘅大時代格局。呢個就係九子離火運。過去20年，亦即係八土運時代，成個香港最賺錢、最穩陣、最保值嘅核心邏輯。專上呢件事給我們很大嘅信心，全部穩有土地、重資產實體金融完成。只有手上有樓、有地皮、有商場、有寫字樓，基本上就可以穩穩跑贏通脹資產，持續增值，被動財富不斷累積，所以先會出現舊時代香港樓市瘋狂上漲、核心地段豪宅天價不斷刷新紀錄嘅景象。但係踏入全新九子離火運之後，成個時代嘅賺錢賽道、財富邏輯、城市旺衰、地段吉凶，全部重新洗牌。如果而家仲停留喺舊時代，磚頭保值、地產為王嘅固化思維，一味時追傳統核心路出，未來20年不但止賺唔到大錢，仲好容易踩中退氣格局，導致資產停滯、縮水被套，慢慢被全新時代大勢徹底淘汰。今日我哋由三元九運最底層玄學邏輯，結合香港獨有嘅龍脈水系同城市整體佈局，徹底拆解今次九運變天背後最深層嘅真正玄機。話俾大家知，邊啲老牌核心區域會逐步退氣走下坡，邊啲全新板塊可以完美接住九運旺氣，喺未來20年順勢全面爆發。首先，我哋一定要徹底讀懂九子離火運最核心嘅底層本質就係五行離火，水火交融，水火既濟。喺傳統玄學八卦體系入面，離卦屬火，對應南方，對應虛空，對應弧形，對應光影，對應傳播，同時涵蓋科技、文化、藝術、微學、新媒體、創意產業、虛擬經濟同服務經濟。簡單扮直白嚟講，戰書嘅事給我們很大嘅信心。照拜元時體土地為王，中湖稱書，而全新叫願變成書業為王、流量為王、科技為王、文化為王。未來20年，厚重實體資產唔再係絕對保值首選，反而輕資產、創意內容、科技網絡傳播、品牌 IP 文化輸出呢一啲無形價值，會成為財富增長最核心、最迅猛嘅源頭。再結合香港本身獨有嘅先天城市風水格局，會發現香港運勢非常特殊。成座城市被海水全面環抱，匯港恆川市中心水系極度發達，水氣極其旺盛，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嘅巨型天然聚財水局。水主治、主財、主流動，但水氣太盛太足，就會偏寒偏靜，太過保守。如果冇足夠火氣嚟調和升溫帶動，成座城市氣場就會變得死氣沉沉、停滯不前、發展乏力。所以今次九運交替對香港嚟講，根本唔係簡單嘅運勢切換，而係一場舊運補運、平衡五行、激活全城氣場嘅時代升級。香港先天水勢過旺，後天必須靠火氣調劑，以水制火，以火暖水，水火互相制衡，互相成就，先至可以催生源源不斷全新財運。淨係死守舊水局、舊金融、舊地產，只會越守越衰，越守越退氣。我哋首先拆解大家最熟悉嘅傳統核心地段中環同尖城、尖沙咀呢兩大傳統核心商圈，絕對係上一個八運時代嘅最大贏家。過去20年，依託香港頂級國際金融地位、海量資金流轉同核心土地稀缺屬性，呢兩片區域吸納咗全港最頂級嘅土運氣場。重資產密集，寫字樓林立，奢侈品牌紮堆，金融機構總部紮堆，穩穩坐穩全港財富心臟嘅位置。喺近土運加持之下，土地同實體資產持續升值。無論係商業租金、寫字樓售價，定係高端消費市場，都長期處於全城頂尖水平，幾乎冇任何對手可以撼動佢哋嘅地位。但係踏入九子離火運之後，金土氣場慢慢消退，離火氣場全面掌權，純粹依靠土地增值、實體交易、傳統金融、線下零售服務嘅舊模式，會徹底進入增長瓶頸。大家近年應該都深有體會，中環同尖
尖沙咀雖然依舊繁華熱鬧，人流不絕，但已經徹底失去咗以前極速飆升嘅爆發力，租金漲幅逐年放緩，商戶更替頻率越嚟越高，樓就業態不斷被淘汰，整體商圈活力明顯下滑。呢個就係典型嘅老區退氣，氣場轉弱，運勢迭代嘅直觀表現。但大家千祈唔好誤以為老牌核心區會徹底衰敗，風水運勢從來都唔係非旺即衰，一成不變。老區唯一嘅破局出路就係主動轉型，補足火氣，適配九運。只有中環尖沙咀願意拋棄老舊實體思維，主動大量自要利可塑性議題，包括數字時給我們很大嘅信息，包括數字金融、虛擬資產交易、藝術展覽、換菜等講演繹、新媒體傳播高端美學收費，就可以順利調和各種水勢，重新激活老區，沉澱多年嘅雄厚氣場，實現運勢升級轉型。好似近年火速爆火嘅西九文化區，就係最標準、最成功嘅補火案例。依靠文化藝術演藝呢類純正火源業態，成功調和維港龐大水局，做到水火既濟，逆市走紅，為老牌城區轉型提供咗完美範本。反之，仲有這件事給我們很大嘅信心，一枝孤秀，傳統地產、傳統銀行、傳統線下零售、拒絕更新業態步咗好似，未來只會持續推遲。市場分野、人流活力、資本資源都會持續流失，慢慢被新興板塊全面抽車取而代之。講完逐步退氣，需要轉型嘅老牌核心區，我哋重點拆解今次九運入面香港最具爆發力、最具黑馬潛質，能夠連續旺足20年嘅兩大新興王牌板塊。首先就係東九龍嘅啟德跑道區。啟德喺香港傳統龍脈格局入面，一直被稱作東九龍龍珠。先天地理風水格局得天獨厚，萬里挑一。呢片區域前身係舊機場跑道，整條長條跑道筆直延伸，深深探入維多利亞港海面，天然形成極為難得、極為珍貴嘅入海大龍水局。喺風水玄學入面，龍脈入水，水龍歸海，長提所羅，主大財、主爆發、主快速崛起、主貴人匯聚，先天財運格局已經遠超普通片區。再加埋近年政府對啟德片區嘅大規模重金規劃同全面改造，據說這件事給我們很大嘅信心。大型城鐵園搭成會展場地，文化藝術地標潮流盛事場館陸續落地建成投入運營，體育賽事、演藝演出、城市盛事、文化展覽、潮流傳播、年輕消費，全部都係100%純正嘅離火屬性配套，完美契合稿子離火運嘅核心氣場。一邊係維港源源不斷、千年不息嘅大水旺財局，穩穩鎖住片區根基財運；一邊係全新落地、火力充足嘅火氣配套，持續帶動人流、流量、熱度同商機。一水一火、一陰一陽、一靜一動，完美契合九運最核心嘅水火既濟，大吉格局充沛，水氣穩住底盤，鎖住財富旺盛；火氣激活氣場，帶動爆發。雙向強力加持之下，使得徹底擺脫以往舊機場荒置老舊嘅負面格局，一躍成為九運時代最具確定性、最具爆發力嘅超級新星板塊。無論係住宅自住、長線投資、商鋪運營、寫字樓佈局，未來20年都有極為廣闊嘅上升空間。最後，我哋拆解主宰香港未來20年發展大勢嘅核心板塊，就係新界北嘅北部都會區。呢個亦都係今次九運變局入面最大最關鍵嘅玄學破局。重點回顧香港過往幾十年嘅城市發展，一直係單一中心發展模式，城市核心重心長期集中喺港島九龍南部片區權值深，全程依靠匯港水局發展致富，長久落嚟導致全城水氣過於旺盛，火氣嚴重缺失，戶型氣場嚴重失衡，城市發展慢慢陷入固化、停滯、增速放緩嘅瓶頸。而踏入九紫離火運之後，天時大勢倒逼，香港必須向北發展，補火制水，平衡全局，先至可以突破發展枷鎖，重啟城市。運勢北部都會區坐落喺香港正北方位，
地理位置得天獨厚，直接無縫對接深圳、福田、羅湖、河套高新片區。而深圳過去20年嘅飛速崛起，經濟騰飛，核心就係依靠高新科技、互聯網產業、數碼創新、研發設計、新興文創，呢啲全部都係極致旺盛、純正無瑕嘅離火氣場。北部都會區就好似香港專門預留嘅外接運氣管口，能夠源源不斷承接深圳外熱嘅科技火氣、產業火氣、創新火氣同年輕流量火氣，精準捕捉香港全城長期欠缺嘅火運能量，完美化解水氣過剩嘅弊端。由玄學城市大局嚟講，香港正式告別過去單一，南邊水運核心全面升級為南北雙核驅動嘅全新格局。南邊維港大水局負責積蓄財氣、穩固根基；北邊北部都會處負責承接火氣、激活創新。一南一北，一水一火，一守一攻，雙向呼應，五行平衡，徹底扭轉全城氣場失衡嘅舊格局。